你係傷風定係凍親啊？我敏感啊，今朝都冇事㗎。今朝嘅空氣質素係中等級別啫，唔通學校入邊嘅空氣質素唔好？空氣污染對健康影響好大，仲會降低學習效率。咁點檢測空氣質素啊？不如我哋發明個智慧燈柱啦，檢測同時可以改善空氣質素。我哋用 LEGO 砌咗智慧燈柱，係用太陽能充電嘅。空氣探測儀可以探測空氣指數，電話可以過濾空氣污染物。我哋喺馬路邊測試 PM10嘅數據係71，而喺公園測試 PM10嘅數據係52。發現原來離遠馬路嘅位置，空氣質素會比較好，但係天氣都會有影響嘅喎。大風吹走污染物，落雨就會沖走空氣中嘅微粒，所以空氣質素比較好。不過呢個模型唔夠堅固，唔防水又難風，我哋一齊改良下啦。智慧燈柱9號成為綠色守護者，佢可以用紫外線等離子發生器、活性炭配合光觸媒濾網淨化空氣，重點處理有毒氣體。探測包括 PM2.5、PM10、有害氣體數值等。呢啲數據會顯示喺防水箱裏邊嘅顯示屏，用 WiFi 傳送出去。太陽能板可以提供潔淨嘅綠色能源運作。喺夜晚或者光線唔夠嘅時候 ，LED 燈就會自動開啟。智慧燈柱而家放喺馬路邊開始運作，收集到嘅數據會儲存喺 ThinkSpeak，再日後分析同改進。透過空氣監測同埋空氣過濾設施群，然後用雲端數據平台分析同埋管理實時環境監測，為城市提供更智慧、更潔淨嘅空氣。綠色守護者唔單止可以照明，仲可以淨化空氣，同其他燈柱合作，真係城市嘅好幫手啊！我希望未來喺隧道、巴士站、街市都可以見到佢。